后来乡亲啊，全国防疫总动员来看台中有病院研发到山洞式的亚克力的病房，安尼医护人员采检就免直接来接触到患者。另外，分林二轮乡的幼稚园做隔板，互囡仔食饭的时阵使用。安尼囡仔若常常来起扫，或者是拍卡唱，就会当甲烂手冻掉，囡仔较袂来烧话。幼稚园食点心啊，囡仔呢赶紧要将喙罨拔落来，毋过手探一下，老师要加时要摕出来。5岁10岁隔板放伫桌仔顶，将囡仔拢隔开，头前双边拢冻掉咧。若有人讲话，也是呢向加扫，安尼喷出来喙烂，就好这个房啊冻掉咧。知道为什么要隔着吗？因为怕咳嗽。囡仔点心食煞，老师对消毒佮收起来，会使中途使用。这个隔板是老师开万几块买塑胶板倒来做的，目的就是要保护这个囡仔。我们用餐的时候，小朋友势必要脱下口罩，避免小朋友你突然打喷嚏啊，或是咳嗽，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个隔板。台中东综合病院研究出这款移动式的防疫闸屏。闸屏屏好在就是阿古里的较轻，下口到链啊会使刷叮当。将近200公分悬，会使隔开体检的患者甲医护人员。医护人员会使双手伸入去采检，挂手笼就使避免直接接触到患者。较早是挖进患者采检比较更加安全。我们不是特别的勇敢，事实上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。所以当我们在做这些采检动作，事实上我们内心里面是有非常多的压力的。所以一个好好的保护我们的工具，事实上可以大大减轻其实我们的心理负担和压力。新冠病毒疫情期间，第一线医疗人员辛苦的防疫，嘛要有完善的保护。